免家己拥有人的地位，因为人才有智慧去选择，咱家己要认同。来上教会来，伊有着咱世间的环间的人，那伊问到这世间的人，就是讲，就是比如问着我啊，你真要用哪？我真有这个身躯啊，我有这个人的身躯，爱就问讲我要用哪？哦，我就讲，我要名利富贵，我要所有好业人所有的我要买，所以咱人其实拢诶，宝宝啊，真奇怪，伊就讲足奇怪，无人心的人，无人心的人，想要得到人的身躯，搁要去做这个修行学道的工课，但是讲你真正抓到这个人的身躯的人，你煞无要做这个，我要名利富贵，所以感觉讲真，伊讲人真正咱人真正有够无法度去改啥，去改输，去改输入即件代志，咱敢有感觉呢？咱即偌济人有即个人的身躯，但是你要叫伊来修行学道，伊敢会想要来？今仔日来讲的主动，像这祭天神，他没有这个身体，伊想要家己做这工作。咱今仔日世间的凡间的人，拥有着这个身躯，伊都无想要修行学道，伊叫想要，咱来看这5个伊讲无够有对一个，没有一个人想要名利富贵，全部人拢无人讲着，除了咱凡间的人讲伊的名利富贵，所以讲到这，咱就知影讲，咱凡间的人真正，讲咱有的时阵，咱毋知影去珍惜讲咱要做这，所以讲到这，咱来听一条歌，好无？讲咱。是啥物？叫你哪？爱是我心为爱。所以呢，古代人讲咱凡间的人，拢从咱的青春，少年的时阵拢从咱的青春迄个命，是一直咧对命。但是等到有一天，咱就从咱的生命变成啥物人？变成无常。所以大家讲，无常的人生，咱袂使即世人行转。所以人讲，
不要在这一辈子空转了。听到会写详细看看上面有多少。所以人生难得，佛法难得，下面咱真正微心难得吗？跟有影。是。赵老师，赵老师跟我讲，所以我甲人讲讲，得人心食如纸上，失人心食如大地。以咱世界，咱这个世界有人去家己地球啦吼，有这个专家去家己研究，咱全世界的生物有超过1兆，但是伊佫讲哦，这1兆只不过是咱所知影的0.001%吼，所以咱毋知影是佫有够济咯。啊，你甲看讲，咱所知着咱知影的生物超过1兆，啊，但是咱知影咱0.001%而已。啊，咱甲看咱人全世界的人口只有几个？40万件，还是50亿？46亿吧。哦，啊，所以为什么释迦这尊即句话是释迦世尊讲？因为伊讲蛇上去，伫印度迄蛇就是咱因的手叫做鸟，啊，所以有一天伊就是过世伊地主，伊对涂骹骂一把头开，啊，搁甲放落去，啊，当伊镜头一定会掉头，伊就甲伊地主讲，会当比人心的人，就亲像掉入我镜头仔的头，失人心食就如大地。所以咱甲看，要伫即个人的身躯有偌尔可贵，是非常的可贵。吼，啊，所以人讲吼，为虾米会讲人生难得？啊，但是咱人讲我甲你讲，虽然是人生难得，但是咱所有的福嘛是由咱来形成的。啊，所以一世人咱来好好的利用得人生的这一辈子。咱毋通搁得人心，所以呢，得人生由左上，失人生者由大地而来。所以咱才讲人心非常难得。来，咱讲佛法难闻，咱讲有法有足歹，对吗？所以世尊来讲，用无间世修好为依处改得不灵。为什么伊安尼甲咱讲？若无真是修好为依处改得不灵。咱甲看咱即个全世界，会使讲是万后济万的时阵啊，莫讲大陆，咱台湾有偌济法门，有偌济，咱真正无法度通去来算。但互我去大陆，大陆个它不是宗教自由的国家啦，伊有几个啊袂够就是主席，啊个净空法师，伊有去有承认，伊认为是。正道，啊，但咱医院到去到，迄叫做邪教，但是虽然真幸运，伫100几个，伊有地位，在大陆有地写到的嘿，咱医院都搁无叫列入，只不过是讲伊无爱咱去，但是伊无甲咱列入是邪教，啊，所以咱甲看伫大陆哦，有偌济个法门当互发起的时阵。都绕佛，啊嘛净空法师，啥物种的拢有，啊但是咱甲看，咱会当得到这个大道，咱所得到的大道是啥物？咱讲，咱今仔日所修的道，毋是大部分，咱像净空法师，咱毋是咧批评宗教，因为我甲你讲我们不可以批评别人的宗教，只不过是讲咱已经。以早前是已经有行过这路啊，所以毋代来讲有实际的咱医院道的道亲啊，问一个因的前辈遮前人，就是讲，为虾米主席真咧做遐，咱为虾米咱医院就不爱安尼做？因为他们所做的就是被别人肯定嘛，对无？因为伊安怎，伊会去帮助人，啊来而且伊会搁去学校啥物拢做，但是咱敢知影讲，咱伫医院道的迄前辈者来讲，其实迄个代志咱真世人做过，伊只不过是咧行咱以早行过的路，啊，所以咱嘛毋是讲伊是好，只不过是讲，即个大道为虾米讲大道不灵活？即个大道是要互咱调心了事的，所以咱今仔日所学的道，咱今仔日所修的道，毋是咧修啥物？
有求必应的道嘛。咱今仔是修，要咱诚心了事，对不对？今仔若讲要，互咱修有求必应的道，那安尼咱真正其实，我以前拢会听助理甲我讲一句话，伊拢讲，其实佢拢甲点点，甲咱帮忙啦，甲咱转变啦，哦，互咱无看。今仔日伊若甲咱帮助到，互咱有看啦，互咱有感觉，互咱有求必应的话啦，无人叫咱做。全世界人好业有够济啦，有时间的人嘛有够济啦，对无？咱就是要修会当互咱诚心了事。其实今仔日互我迄个，互我今仔起大来，互我会早起大来，啊伫车顶的互我就有听一个老师的话，老师就甲咱讲，咱每个徒儿，我们不要求外在的显化，咱想。咱有时想吼，我嘛想要讲，敢若讲吼啊，咱忽然甲咱显化，咱看一下，是毋是对咱会感觉讲，咱的信心会增长？但是这讲老师讲，我们不要着重外在的显化，就是有求必应嘛。那天讲讲，其实咱一贯道的是内在的显化。为什么伊讲我们一贯道修的是内在的显化？因为伊讲。我甲你讲，当咱现开的时阵，就是我们起的嘛，现就是起嘛。不管是我们的起心动念不好的，无好的，还是讲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讲分别心、是非的心，不好的所有不好的起心动念，都叫做邪。当咱现的时阵，你去甲化掉，把我们的秉性化为我们自然的那个秉性原性，那就是内心。所以不代表讲我们不要注重外在的显化，咱是爱注重咱家己心肝内现开的时阵，咱就甲化掉，迄叫做注重内心的天。所以咱今日是修啥？超生了死。为什么讲咱是咱若讲超生了死，其实不是讲等咱登去的时阵，才是超生了死。当咱搁伫活伫这世间的时阵，就是咧超生了死。为什么？咱好甲咱讲，依恋亦轮回，依恋亦天堂。为什么？依恋当你念无好的时阵，就是地狱嘛；当咱的念好的时阵，就是天堂嘛。所以，咱若时时甲咱的念头现在的时阵，起心动念无好的时阵，讲甲伊挂掉，那咱就是咧超生了事嘛。所以超生了事，毋是当咱规讲那一刹那才叫超生了事。其实咱挂的时阵，就是咧超生了事。看咱用啥物心把家己弦又化掉。那叫做超生了死，所以咱今仔日所修的道叫做超生了死，而是着重我们在内心，而不是着重在外表。所以，代表今仔日咱修的道，不是要修永生不死的道，而是修什么道？了结归向的道。所以，咱若讲到，互我过来讲一个题目，就是互我伫脸书，咱毋知有看到无？这是一个，敢若是花衣崇德花衣崇德的一个，伫泰国的道庆仪式，应该是一个地传师等伊讲的，就是伫泰国比较偏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分堂，伊就是咧负责遐嘛，负责遐的道务，但是伊讲呢，拄啊好人无来无几个，可能今仔咱在较少，可能就是几位啊，两三位，伊就感觉。伊身体，伊感觉无介爽快无介舒服，所以讲无今仔日来甲伊停掉啦。结果停掉的时阵，人咧细细人讲一个讲袂得啦，因为煞去互医院的代志甲伊上身啦。伊就是讲，为虾米？伊就是对咧倒来就讲讲，为虾米今仔日已经是有班，为虾米你无爱开班？咱知影讲，伊就讲你敢知影讲？所以这就是讲。我伫千里迢迢来要听道理，为虾米你无爱开班？你搁甲班停掉？你敢知你甲班停掉？阮拢袂当来听班的。所以为虾米会安尼讲？咱嘛知影讲咱伫不茫人讲每个咱每一个嘛有修行学道的人，咱转去的祖先会安怎凭着咱今日来去班，凭着咱的福气。
伊嘛当然入班呢，但是真可惜的就是讲，咱人无怪咱人讲人上该做迄第二年级中人上该做咱是坐咧听班，但是咱的祖先甲牛年的内底，伊是用安那咧听班，是规个咧听班，所以伊就讲，我来到遮，所以人讲讲咱若咧开班的时阵，上该了就是抓爱甲三纸的。无坐顶甲日月灯拢会点，因为中那一盏母灯，它可以咱若点落去的时阵，足远足远的无用的，拢会当看到迄块宝灯，伊会当循着那个光亮来到课堂听到，所以伊家己停下，伊就袂当听道理，所以伊就无爱，伊就家己上身嘛，伊就安尼讲，所以。当伊安尼时阵，伊要请啥物人来解决一件代志？咱事实讲，咱医馆倒是，我讲咱是咧小心性，咱无咧做即种代志，所以伊就去请泰国的高精嘛，来处理即件代志。泰国的高精来时阵，伊就甲伊讲嘛，伊就是跟对话，伊知影即段话啊，讲我要听课，为什么你们把课停掉？所以迄个高精就来讲，你若要听课。对我当然就是，我讲互你听，但是迄个无用的来讲，我要听，我无爱等伊就是听你已经因为红年期已经过啊嘛，即是英文伫咱啥回体，伊讲我要听活动所讲的道理，我无爱听我伫恁药师咧讲的道理，所以咱讲，咱今仔所修的所求的都是啥物道理？超时表示道。所以讲到遮来，互我慢慢讲，讲到遮咱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真正，咱爱知影讲咱前世了足大即出世，咱得到即个答案。我来讲第二大点，善待今生，对自己最好。为什么讲咱爱善待即出世，互咱家己上介好？我今仔佫有听到老师的话，伊有。一前一坤的讲嘛，有讲的讲咱真正我们都不会给自己最好的，我们都没有善待我们自己。为什么？咱爱善待咱家己，咱就是要有咱家己上介好的，包括后面后谁会讲到，所以在讲包括就是咱的言行举止，咱好的，咱有看到的无看到的，咱所做的，咱所讲的，咱习惯的所想，拢是爱善的，所以在讲第一小点。不是给心中厚的，上面叫做厚的，厚的也就是善良。其实，或者讲有一届，迄个过来人前，有一个大学教授，他也是我们道场的一个讲师。现在是对一间，应该是伫成大咧做教授，有一间呢来到咱神岩山，还佫会叫伊做是大专哩，伊就问做者。大专咱的学生啊，伊拢问讲比如讲，你话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？伊就安尼问，伊就讲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，伊就大家拢会讲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富有的人，心理富有。伊就问，因为一组一组，我敢若有10组，伊就问到尾啊，伊问着咱爱上一个，咱的。生啊，安尼学生，伊开讲，好，请伊就安尼讲，互我拄有去，互我是今领入去，所以伊就问讲，比如伊就讲好，这位同学，你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咱爱想迄个年轻的道亲，迄个学生啊，迄个大专生，伊讲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善良，那一个大学教授也是我们的讲师，他就问到这里就停了。大讲一句讲，真正有影，在这个社会啦，啥物种人都有，就是缺乏善良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善良两个字。所以咱讲，善良有我人啊可贵。咱问人讲，善良，我慈悲就是善良，无一定哦。因为善良就是包括你的言行、你的想法。咱慈悲，咱有时看到一个人，我做工课，你话，你摕100块，摕1000块甲救者，你是不是慈悲的显现？还是互我看到，
拄好有需要，我甲摕2000块帮助，我迄时阵是当下那个慈悲。但是慈悲不代表是善良的，对无？因为咱当下看到迄个自卑心，但是必然咱是善良的人哦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人讲可贵的人生，在可贵的人生里保有善心、善良、善行，做个大善，那这一生苦就值得。哦，其实这个善心、善良、善行，嘛，就是咱道所讲的是啥？三思啦。咱道场是善心的是啥？啊，善行的当然就是做工书嘛，哦，这叫做啊来善行的就是无畏师嘛，啊善心叫做啥？财师啦。其实这三项就是咱道场所讲的三思，但是后壁佫有一个叫大善。所以巴菲特讲，要评价一个人的时候，应该我们重点考察这四项的特征：第一，善良、正直、聪明跟能干。如果不具备前面这两项，那后面这两项会害你。为什么巴菲特这是股神嘛？哦。